韓愈獲論解。論之為靈昭昭也，榮於斯，書於春秋，集出於傳記百家之書。雖婦人小子，皆知其為長也。然論之為物，不速於家，不行遊於天下。其為形也不類，非若牛馬犬子豺狼麋鹿焉。然則雖有麟，不可知其為麟也。角者唔知其為牛，獵者唔知其為馬，犬子豺狼麋鹿唔知其為犬子豺狼麋鹿，為麟也不可知。不可知，則其為之不祥也亦宜。雖然麟之出，必有聖人在乎為，麟為聖人出也。聖人者，必知麟，麟之過不為不祥也。又曰：麟之所以為麟者，以德不以刑。若麟之出不待聖人，則為之不祥也亦宜。